所以会继续这样一直停工下去。世纪的话是。好，再看向右手边视线低点这边哦，新媒体朋友把握时间哦。国宏在戏里面不是有吸一层的小腿吗？那一幕是不是真的触感、口感怎么样？其实那一幕我印象很深刻，是在沙漠，然后你知道都是沙。对，每次拍沙漠的戏，大家不管是全身上下，甚至连耳朵里面都会是沙子，但是很贴心，依晨在拍那场戏的时候，先用湿纸巾把小腿擦干净了，对，然后保证上面是非常干净的。前一天晚上也记得洗澡了，辛苦了。所以依晨有没有觉得这比吻戏还让你害羞啊？太印象深刻了，因为那感觉完全不同。真的吗？怎么说？没有被开发过。右前方，好，谢谢右前方。现在不是充电的问题，现在是就希望赶快有好消息的问题了。现在会自己讲这个，在我们还没问之前自己先讲。也不是啊，因为那是一个也不是说明确啦，明确的目就有整个都暂缓了，可能大概打不知道，可能听天由命。基本上都说听天由命。对啊，去检查过了，反正一切 OK， 让老天给我就好了。一切都准备好。都 OK 的。那另一半是比较，我们现在只能随缘。所以会继续这样一直停工下去。戏剧的话是，电影要看戏剧都一样，一样只要是拍戏的都是。表演、电影、戏剧都。我很羡慕他们说，每次这戏的训练哦。每次见面就说，最近我们拍什么戏？哇，他的戏里面演什么？我要去看他班。那你的心情是？这本来就有舍才有得，而且我又不是真的可以，就是相隔太远嘛，所以没有办法像很多女星是真的可以一直工作。推掉多少戏？推掉多少戏？就从他开始。可以盖出大。可以盖好几栋大。不可能同时都拍啊。